我们首先来新歌练唱，来，任何的环境不要惧怕。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好，我们来练唱回应诗。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赐给我属于你。那个副歌，那个 bridge。赐给我属于你，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着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宣召
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从位置上站立起来。我们的神是施行神迹奇事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要喜乐，充满信心的来敬拜、赞美他的荣耀与得胜。哈利路亚！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拍掌归荣耀给主，他是为我们成就伟大应许的主。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这时候我们欢迎你大大降临在我们中间，恩膏我们，浇灌我们，再次与你相遇，得见你的容面。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
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相信你现在就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依靠你的慈爱，我们的心要单单因你的救恩快乐。我们要向你歌唱，感谢你用厚恩恩待每一位凡属你的儿女。我心在高处，述说你恩典，你向我所存的意念，比繁星还多。我经过的湖，是向你心事，无论何时恩典够用，能力覆庇我。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你用厚恩待我，依靠你的慈爱，救恩使我心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我必不致动摇。你扬烈慈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心在高处，述说你恩典，你向我所存的意念，比繁星还多。我经过的谷，是向你心事，无论何时恩典够用，能力覆庇我。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心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我必不致动摇。你扬脸慈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清晨夜晚向你呼吁，你用厚恩待我，心事无止境。清晨夜晚向你呼吁，你用厚恩待我，心事无止境。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你用厚恩待我，依靠你的慈爱，救恩使我心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我必不致动摇。你扬脸慈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你扬脸慈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用厚恩待我们，无论是在顺境或是在挑战里，相信你的慈爱与恩典是永不止息。求你赦免我们的软弱和过犯，医治我们的需要，除去我们的压力与重担，使我们能够每一次都能够重新得力，面对新的一天。这时候我们要同心来恳求你，用厚恩复庇在花莲复兴乡所有的受灾居民，伸出你大能的手，保守每一位受困与受影响的人脱离困境与艰难。愿你亲自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属，医治受伤的患者，赐下属天的平安临到受苦的百姓。以你的恩典止息一切的恐惧，并且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能在困难中得到你的帮助与安慰，帮助他们能够早早重建，恢复正常的生活，得到盼望与力量。我们将同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请坐下。大家平安。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记载在以赛亚书58章6到12节。以赛亚书在旧约58章6到12节，我来念，你们来看。第6节记载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
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的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并作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中间除去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灵敏，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酒与荒秽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这个时候我们要邀请曾牧师来证道，顾念饥饿的人。把时间交给牧师。我们首先再一次低头祷告。现在，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你安息日的时候，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赞美。所以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也与所有人愿意心向你的人同在，让我们能够在每日所行、心所想、口所说的，都能够成全你的旨意。我们再一次将这个讲坛分别为圣，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教导我们。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代表台湾国际饥饿对策来这个地方向各位来报告事工请安，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享上帝的话语。所以在这个今天我跟各位要在讲道之前有两件事情，就像刚才因为赞美的时候的姐妹告诉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在那里，光复乡的花莲的光复乡遭遇到一个那个坝体的溃堤之后所导致的灾难。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知道说，其实他们面对几个问题。第一个，他们所面对的灾难当中，他们有很多的损失，他们心中有第一个现象马上要解决的是，可能是没有水。虽然即使他们身边都是水，但是那些水都不能怎么样，不能喝。第二个是他们没有食物，因为他们在当中所有的食物跟炊事用具全部都流失了。所以在这当中，第一个药物就是给他们有东西吃，有水喝。感谢主，在灾难的发生的第二天，我们就协调了当地的志工进入这个灾区里面，把很重要的宝贵的水我们送进去了500大箱，让那些灾民有4个教会的灾民能够有水喝。另外一个，我们在这个救灾第一要务是先救人、救命、救财，但是接着下来有很多家庭可能有过往丧失的人，可能有很多的损失，他们的内心有很多的悲伤，所以第二个阶段，我们可能就去进行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做悲伤的辅导，或者做心理辅导。那另外一个，我跟各位来讲到第二个是我们最近明天就是什么节？中秋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的那个 LINE 的群组里面，就那个朋友就赖了很多的庆贺中秋。其实庆贺中秋是祝你中秋节快乐。其实你们想，原来的中秋节快乐吗？
中秋节的由来，你们知道的举手。为什么会有中秋节？要吃中秋月饼？好，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元朝时代发生的。这个元朝时代，那个蒙古人来统一中国的时候，他们要管理掌握这些被他们征服的汉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每一个家庭派一个人住在他家。他住在他家做什么事情？监视。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们觉得这个被辖制，没有自由，而且会高压的统治，所以让他们觉得非常的痛苦。所以他们就发起一个运动，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要那个月圆的时候啊，8月月圆的时候，中秋月圆的时候，我们会发给你们饼，那个饼里面有一张纸条，所以他们拿到那个月饼的时候，那个饼的时候一剥开来有一个纸条，8月15月圆时，要干什么事？就是要抗暴。所以要组织起来抗暴，这个重点在哪里？就是要脱离辖制，脱离绳索，脱离那个恶。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所以那些人被压迫的人，他们希望能够起来反抗，能够脱离那个恶，能够脱离那个枷锁。所以当我们在吃中秋月饼的时候，不是在哇这个月饼是哪一家的很好吃，这个不二家的我排了6个小时才买到，或是怎么样？不是这个，而是怎么样？要想到中秋月饼原来的本意。所以在这当中，我想用这2件事情跟各位来做开头的一个序言。但是接着下来，我们讲到以赛亚书，我们刚才所读到的58章。这个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66章刚好是圣经里面有66卷，对不对？新约有39，旧约有39卷，新约有几卷？27卷，所以加起来66卷，刚好以赛亚也66卷。但是以赛亚书圣经的学者把以赛亚书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以赛亚书从第1章到39章。先知在告诉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面对亚述帝国的这个入侵，亚述帝国的压制，所以他在告诉这些百姓，我们虽然面对敌人，但是我们要勇敢的依靠上帝。所以依靠上帝，我们就得胜，就不怕那些威权。但是那个时代，那些以色列百姓已经进入到一个很世俗化的一个社会的状况，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所行的事、所做的事，其实跟那些外邦人没有两样。所以先知一直在告诉他们：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不要做那些事情。所以我们做那些事情，我们面对灾难的时候，我们就必遭灾。所以在不断的在提醒那些百姓，我们要悔改认罪，回到上帝的面前，重新跟上帝建立关系，我们就不至于被掳。所以这是第一个信息，警告、规劝。第二个，以赛亚是已经以色列百姓特别是南犹大，在主前587年，已经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在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们受到的轻视、侮辱更加的严重。所以在圣经里面，那个先知就告诉以色列百姓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只要我们诚心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要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辖制。上帝一定为我们开门，一定为我们开路。所以你知道吗？在以色列百姓在巴比伦，他们的处境是什么处境？如果我们看到诗篇137篇，诗篇137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坐在巴比伦河边，想到锡安，我就怎么样？泪流满面。我把我的琴吊在那个柳树上，
他们敌人要我们唱歌，而且要唱锡安的歌。所谓锡安的歌什么意思？锡安代表是上帝的宝座，所以唱锡安的歌就是要赞美上帝的歌。我们已经败亡了，我们被掳到这个地方，我们的上帝在他们来讲是一个失败的神，所以他要我们唱锡安的歌，其实对我们是一种侮辱。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在哀痛，表达他们的哀痛。所以第二以赛亚在安慰以色列百姓，上帝是信实的，是慈爱的，只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们就有盼望。所以第三个以赛亚从以赛亚书56章56章开始，一直到66章，是第三以赛亚在告诉他们一个，这些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所罗巴伯重建圣殿，尼基米重建圣城。所以他们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包括尼希米或者所罗巴伯，都在告诉他们我们要怎么建。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在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第三以赛亚，即使我们回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没有改变，我们还有可能被掳。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了，我们连续那些贫穷的人，连续那些被辖制的人，如果能够帮助他们脱离那个绳索，脱离那个恶，让他们得到自由。然后一个看到饥饿的人，我们给他们吃；看到没有衣服穿的，我们给他们穿；看到流浪在外的人，没有住所的人，我们接纳他们。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禁食，有讲到禁食，因为禁食是在巴比伦的时代，以色列百姓在巴比伦时代所制定的，在圣经里面没有很明确说你要什么时候禁食，唯一的是在利未记16章里面在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在烧那个赎罪的焚祭的那个焚祭的时候，那你要禁食，要刻苦己心，意思是禁食。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再一次看到58章里面再一次告诉他们说，禁食是为了刻苦己心，这是回应那个利未记第16章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刻苦己心，就是让我能够在受苦的当中体验别人的苦，体验别人的苦。所以在这个禁食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思念的过程当中，我们禁食。所以禁食是为了想念，因为巴比伦的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有4个禁食的时机，在那个时候发展出来。第一个是他们面对那个压迫的时候，那个巴比伦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所以他面对那个强权，以色列的圣城那个耶路撒冷被攻破，所以这个日子你们要记得。第二个，圣殿东西被抢光了，而且被烧毁了，你们要记得。第三个，你们要记得我们在这个地方受苦的状况。第四个，你们要记得我们的王，即使是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所设立的基大利王，也被杀了，所以纪念那个王被杀的日子。所以他们用这4个来成为他们禁食的一个时机。所以禁食如果用这4个纪念日来讲，纪念是为了想念，对吗？纪念是为了要想念，所以在想念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禁食，让我们能够刻苦己心。所以在这个当中，禁食一个很重要的是操练内在的生命，想念是内在的，那个想念不是只有外在的禁食。所以外在的禁食如果只是形式上的，那个禁食是没有意义。所以先知一直在提醒这些以色列百姓。第二个，他说你禁食之外，你是内在的生命之外，你要外显的行为，外显的动作。这个外显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怜悯穷苦的人，怜悯穷苦的人。所以对那些饥饿的人，对渴的人，对
那些困难当中的人，你们能够伸手去帮助他，那个成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成为与上帝的百姓的人所应该有的一个本分，所应该表现的一个外在的生命的现象。另外一个，再告诉他们说，禁食是为了敬拜。常常我们的敬拜是觉得说，我们有敬拜赞美，对不对？所以有些人，我还好，我们今天没有听到说，我们的敬拜赞美到此结束。有些教会在带敬拜赞美的时候，敬拜赞美是一个时段，结束了，所以我们敬拜赞美到这里结束。我常常想说，那以下的圣经讲道还有奉献，不是敬拜吗？不是赞美吗？所以我们的敬拜赞美的那个范围或者思考，不是就在这个地方唱，或者甚至跳，而是把我们的生活，任何一个时代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敬拜的一个表现的方式。所以我们的内在的生命，不是说我们要刻意想说我什么时候要做什么，而是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样态。那个样态就是一个敬拜。所以禁食是为了敬拜。所以内在的生命要有外显的行动，和外显的行动，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重新与上帝建立好的关系。重新与上帝建立关系。所以我们常常，我有一个故事，我在当兵的时候，很多的这些同学或是朋友、亲人写信给我，到最后面，我们的信的后面都会写什么样？以马内利。这个辅导长不知道这个以马内利什么意思，所以就问一个在连上一个那个军官文书的军官，他就问他说：“这个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啊？”他是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所以就问他：“这个师大的这个毕业生，这个军官想了一下说：‘愚者用也，对不对？愚者用也。’所以那个以建民国，所以用什么来民国，来建设这个国家？所以愚者用也。另外一个马驮兽也，就是专门在载东西的，对不对？驮兽也，是指交通工具哦。第三个内是什么意思？他说内就是自己，就是不是外人，是内，是我自己。所以利，那个以马内利的利什么意思？就是好处。所以就告诉他说：“你要特别小心，这个阿兵哥有问题。阿兵哥有问题，因为从这个4个字演绎下来，就是说他告诉他那个这个阿兵哥说你要好好的利用交通工具，对自己有帮助。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第一个要怎么样？要拿到交通工具，这个有思想的问题。”有判断的倾向，哇！这个辅导长一听，怎么样？吓坏了，就叫这个阿兵哥去问。阿兵哥说：“没有啊，我怎么这么意图呢？你知道这句话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因为圣经里面告诉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那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这样：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个当中，上帝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与上帝同在，他才会与我们同在。这个以赛亚书在告诉以色列百姓，我们被掳不是因为上帝离弃我们，乃是怎么样？我们离弃了上帝。所以当我们离开上帝的葡萄园那个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就陷入到黑暗里面去了，就像亚当一样。但是如果当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重新跟上帝建立好的关系，重新建立好的关系，我们上帝就自然而然的就与我们同在。这是圣经里面在告诉以色列百姓，为什么我们要革除那一些不应该有的这些行为、言语等等迫害，甚至迫害别人。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成为别人的帮助，而不是别人的加害者。
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教训。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用耶稣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25章35节到36节，在这2个章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对不起，因为我的那个喉咙一直很干。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主耶稣告诉那些义人，因为那个圣经里面告诉前面几节说，耶稣我来的时候，要把跟随我的人分成2边，一群是什么？把绵羊放到右边，把山羊放到左边，然后跟这些绵羊说：“哎，你们可以跟我一起享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福气，他所要给我们的祝福。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这2个是肉体上的饥饿。接着下来他说什么呀？他说：“我出外的时候，你们给我住，这是安全的需求。我没有衣服穿的时候，你们给我衣服穿，这是身份上的自我实现的荣耀。这是心灵上的一个需求，心灵上的饥饿。”接着他告诉我们说：“我病了，你们照顾我；我在监狱，你们来看我。”这个病跟监狱都是跟罪有关，所以犯罪的罪，那个跟上帝的关系是属于属灵的关系，是属灵的饥饿。所以在这个当中，耶稣把这6项分成身心灵的缺乏。所以在这个当中，饥饿对策就是用这个圣经，这段圣经来成为一个事工上的一个宗旨。因为这个饥饿对策最也是在重视饥饿的议题，所以饥饿的议题用这段圣经把它分成肉体上的饥饿、心灵上饥饿，还有灵性上的饥饿。所以饥饿对策 Food for the Hungry International Taiwan， 这是用这样的圣经文成为这个事工的根据。所以他用以基督的爱竭尽所能缓解身心灵的饥饿，让恶者得饱足，伤心得安慰，罪人得救赎。所以饥饿对策是以这3个作为事工的一个根据来规划。但是我们第一个必须先解决的，不是解决灵性上的问题，因为你跟他说：“你要悔改哦。”有一个教派常常看到人说：“你确认得救了没有？”这个有时候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照样碰到这样的人。我跟他说：“我是神学院的学生，你神学院的学生，你就确认了你得救了吗？”这个挑战很大。所以你知道吗？在这个当中如果一个人肚子饿，如果一个人生活陷入困境，你告诉他说：“平安平安，主耶稣与你同在。”这是有安慰到他、鼓励到他、帮助到他吗？有吗？有没有？你们觉得如果是你的话，有没有得到安慰？有的举手，没有的请举手。没有啊，没有举手是什么意思？不知道。那更重要，你要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你知道吗？讲那些话，其实对他没有帮助。主耶稣与你同在，好像与你无关。所以在这个当中，如果说只有平安平安，其实平安平安，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只有会口说平安平安的人，会不会进天堂？不会进天堂。那个只有用嘴巴口会而实不至，那个其实是没有生命的言语。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第一个首要的工作，就是能够帮助肉体上的饥饿。但是肉体上的饥饿，我们常常讲说，给鱼吃不如叫它怎么样钓鱼。如果但是池子里面没有鱼，常常我们只讲到这样，叫它钓鱼。但是问题是，它池子里面没有鱼啊，你叫它钓有用吗？没有用。它没有东西吃，你给它，你去吃那个吃肉啊。有一个晋惠帝啊，中国历史上有晋惠帝，面对饥荒的时候，有大臣来跟他说：“
国王啊，那个有很多人死在路上，死在街道上，死在水沟里面。这个国王哦，这个晋惠帝啊，就告诉他说：“何不食肉糜？”你知道那个糜是什么意思吗？台湾话叫做糜啦。好，为什么不叫他吃那个粥、咸粥、肉粥？哎，这么东西吃了，还叫他吃肉粥，那有没有意义？根本是离开现实 ，beyond reality。所以你知道吗？没有鱼吃的时候，没有鱼钓的时候，我们最重要教他养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其实就是没有东西吃，没有粮食吃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给东西吃，我们更重要的要教他怎么样，怎么种植食物，怎么种植粮食作物，然后呢有收成，然后来吃。所以在这几年当中，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跟中兴大学签订契约，成立了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叫做国际农业人才培育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就是每年可以接纳国际的会员、饥饿对策的会员，他们要写计划，然后推荐学生来台湾念书、念农业，到中兴大学念农业，然后到连线学程完毕之后，学位拿到了以后，不能留在台湾。我们的劳动部说欢迎你们留下来，但是他们也很高兴说在台湾不错嘞。那些来的学生跟我说，牧师，我们可不可以去打工？我说根据我们的全额奖学金，学生是不能怎么样，不能打工的。他说但是我们需要啊，而且也很棒哎，1个小时100，当时是168，2年前来的时候，后来170几。现在变成200，哇！对他们讲诱惑大不大？诱惑很大，因为他们那个在狮子山1个月，或者在加纳1个月只有50块钱美金，等于台币多少？1500。所以在这个当中，200块钱1个小时，他如果1个月能够做20个小时，就有多少了？就有4000块钱呢。1个礼拜20小时。有4000块钱，那1个月就到16000，哇！在他的对10个月，在他的故乡可以做10个月，所以他们一直期待能够去打工。所以，但是我们要求他，你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到推荐你的机构去从事他的计划。如果没有的话，对不起，要赔偿。我知道那个。中兴大学的那个国际处的主任秘书问我说，在筹备会的时候问我说：“牧师，你确定他们违约的时候你拿得到钱吗？”我跟他说保证，我保证。他吓一跳。我讲这样的话好像是怎么样？拿得到钱吗？绝对拿得到嘛。但是后来我跟他说，绝对拿不到。但是为什么还要再写这个保证？要写这个条款？我说落款。总是有一个根据，对不对？我可以请他们的推荐的机构负责赔偿，但是更严重的，从此以后，他们国家的那个饥饿对策就没有机会再推荐学生来台湾了。你要不要成为害群之马，你自己决定。所以在这当中，这个国际饥饿对策做这奖学金，最重要就是让那些贫穷落后的非洲的国家能够有一个好的发展。所以明年我们有一个农业的专家要到马拉维去帮助他们做有机农业的肥料跟病虫害防治的一个训练。所以在这当中，我们也希望有不同的领域的专业的工作者，水电的啦、电脑的啦等等，很多的专业工作者都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帮助他们。第二个，这个专案它有4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当奖学金，第二个项目怎么样？就是要看他的计划。等一下我放了一些那个相片，就是去看计划的结果。所以如果写计划写得再好，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可行性、它的需要性，它写得再好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我每一年要去非洲
去绕一次，申请的国家去看一次，去看他们的状况，那个计划可行性，还有他们的需要的是什么？他们的学生来了以后，才能够去学到他们所需要补足的地方。所以这个辅导跟访视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也在每一年的从明年开始，我们会每一年会派国际志工队到那些受助的国家，帮助他们去执行计划。其实讲的白一点，就是看他们有没有按照计划在做，或是有没有很认真在做。如果打马虎眼，他将来再推荐学生来，你要不要他？当然不要。所以这个有一个督导的作用。那第四个，我们也鼓励台湾的青年，特别我们在座比较年轻的，我更希望大家能够去参加志工队哦，同时也很认真的在学校的时候，你在硕博班的时候，你的研究的项目，大学是农学院的学生，但是硕博班就不限制那个哪一个学院，只要你的研究的项目、你的报告跟农业有关，就可以透过牧师跟用你的成绩单、你的报告来申请这个国内奖学金。数额不多，但是至少是一个很不错的鼓励。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工作，这个是在饥饿的工作上来做这个规划。另外，我们因为88水灾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志工，那每一次志工很多，但是志工多并不代表那个救援的效率就高，因为很多志工去那边会成为难民、次难民，因为反而要被人救，因为他们去了，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凑热闹。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要去做救灾的时候，一定要万全的准备，跟灾区有很好的沟通，有万全的准备，我们才去。不然的话，只是增加灾区的负担。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在灾区发现到有除了救灾之外，我们看到有很多死亡的家属，那个家里有人过世的家属，那种悲伤不是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所以在那个当中，我看到有一个志工很热心，从新竹到旗山，他看到有一个老人家托腮，坐在椅子上托腮，唉声叹气，所以就问那个欧吉桑说：“欧吉桑，你有没有损失？”他说：“有啊，我的房子被土石流流走了，我太太来不及跑掉，所以也跟着走了。”所以这个志工愣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最后讲了一句让人家想捶他的一句话：“你会不会很伤心？”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如果是我们在现场，可能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可能我们讲出来的话也不一定得体。所以我在第二年的2011年的时候，我开始做这个计划，做这个工作，危机灾难的悲伤辅导，加上灵性关怀。所以这是每一年这个时间都做的，明年的是6月、7月、8月是这个时间。但是我们每一年的6、7、8 3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的礼拜1到礼拜3，在双联教会做这个训练。所以明年的训练会在长隆大学，但是可以视讯，只有在悲伤在同理心训练等等实体课才会在双联教会跟长隆大学。另外，我们为了要补这个不足，所以我们每一个月的第3个礼拜1有一个一日工作坊。这个一日工作坊，音乐治疗法、舞蹈治疗法，或是绘本治疗法、故事治疗法，很多的治疗的方法，利用这个一日工作坊来训练、加强我们志工陪伴的能力。所以接着下来，我要告诉这些骗子，告诉大家，我去了。我们去非洲的时候，用6个观察的指标。第一个是土壤，非洲我看10个国家当中，所有的土壤都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营养够不够？其实这是最贫瘠的土壤。对，所以在这个当中，在台湾只有一个地方是这种土壤，八卦山。八卦山脉种的东西最多是什么？荔枝，水果是荔枝，最多的是地瓜，最多的是
像那个会黏黏的那个什么山药，对，山药啊。所以在这当中哦，他们一样也种这种，他们最多的是什么东西？树薯、秋菊，你们知道吗？树薯。所以在这个地方哦，啊，我去到那个狮子山的时候，我们都开部落会议，这个是回教徒的一个领袖。那我们开到下午将近3点的时候，还没有吃中饭，我也没有看到有人在准备吃中餐，所以我就问隔壁这个坐在我左边这个回教的领袖，我问他说 ：“How many meals do you have every day？” 你们每一天吃几餐啊？那他告诉我非常让我 shock 的一个答案。他说：“哦，1 0 0 1 0 0是多少？100，对不对？”他根本跟我问的不符实际。那接着下来，他说：“哦，010 and 001， just only a few， just some people，101， 什么意思？大部分的人一天吃几餐？一餐。100吃什么时候？吃早餐。010呢，只有吃中餐。还有001呢，只有晚餐。所以这个当中，你就知道说哦，这个他们的贫穷是可以用餐来算的。接着下来，我们到一个部落，这个部落一祷告完毕，哇，5爪下山，大家大人小孩全部猛抓，但是吃饭之后，我们后面还有2个小孩在吵架。吵架的原因是什么？一个人没有吃饱，一个人骂他说你吃太多，抢我的食物。所以你看他用抢的，所以你知道那个一团饭，白饭上面只有什么东西？一坨那个青酱。我问他说：“我们的青酱是用什么做？你们知道吗？台湾的青酱用什么做？高站塔对吧？9层塔，他们的青酱不是用9层塔，他们青酱用树薯的叶子。”秋枝叶啊，你们吃过地瓜叶的几种？地瓜叶的，有吃过那个树薯的叶子的几种？没有半个。秋枝叶啊，不是地瓜叶哦。所以你知道吗？它那个树薯的叶子是其实比较粗的，纤维是比较粗，不好吃的，而且涩涩。我特别去尝一下。所以在这个当中，你就知道那个状况。另外在非洲，我们在明年开始可能会规划一个儿童的认养的工作。认养我们那些有受助的国家，他们的牧师所设立的教会，那个所设立的学校。但是在非洲，政府的学校不多，绝大部分的教会的牧师自己在设立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之外也成为学校，所以学校的收学生，这个是1年级的学生有38个。但是到6年级的时候，剩下12个，什么原因你们知道吗？有些长大了，家里要他怎么样工作？第二个，其实是有一些人怎么样，一些孩子已经怎么样死掉了 ，pass away。什么原因？因为在非洲1分钟里面有16个小孩子死掉，其中有12个孩子是2岁以下死掉。什么原因？因为妈妈本来就饥饿状态，所以她其实有的孩子也没有足够的奶水给孩子。即使有奶水给孩子，营养成分也怎么样，也不好。所以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就非常的衰弱，所以2岁以前就死掉了。所以他们要生很多的小孩子，因为死亡率太大。所以在这当中，这个是一个学校状况。另外一个学校，这个是加纳的学校。这个你看这一班有那么多的小孩子，但这个教室的条件好不好？非常的通风，对不对？光线也很够，对不对？因为也没有墙，屋顶也很简陋，用竹子搭一搭就是教室。所以这个学校，这个是在当地的教会
他们所面临的状况。接着下来，我跳到那个今年我到那个卢安达开会。去卢安达开会的时候，刚好是他们那个纪念种族屠杀30周年，这是一个种族屠杀纪念馆，在1994年发生2个种族冲突，一个种族以恨为教导，告诉他们说另外一个族人压榨我们，怎么欺负我们，怎么弄，所以我们要起来反抗，就把他们杀掉。所以在那一年当中，这个另外一个族群被屠杀了100万。种族屠杀非常的严重，但是他们从莫桑比克反攻回去的时候，解放了他们的那些，把他原来屠杀他们的政府推翻之后，那个两边的人，那个胜利者告诉所有的百姓说：我们不能以恨来作为报酬，我们要以怜悯赦免他们。那另外一边的人也主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犯了罪，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我们悔改认罪，所以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有认罪才有赦免，没有认罪是没有办法赦免，就没有所谓的赦免。所以这2个族群后来变成组成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叫卢安达，不再分种族了，那个身份证也不在乎是记着是哪一个族的人，以前是记着的，现在都只有卢安达人。所以他们用这个纪念馆来提醒他们的百姓，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他们有一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其实从小农开始，后来变成一个大企业家。他一共有3000个契作的农民跟他合作，所以他为了这些农民来建立学校，从幼稚园、国小、中学一直到大学。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很高兴的欢迎这些国际的友人，他也交流，所以他们来有这些学生的聚会。他有很大的农场，他养这个牛，只是特别比较轻松一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牛其实不轻松，你敢不敢靠近？但是我们可以去摸它，因为它主人牵着它，所以我们去摸它不会被你看那个脚，如果被顶到的话会怎么样？就挂了。另外，我到那个马拉维的时候，马拉维是我们的总会的姐妹教会，但是我们姐妹教会建立好了之后，大概就是签约的完毕就完毕了。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比照基优对策的会员单位，我鼓励他们成立基优对策，以总会的名义成立基优对策。所以我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申请那个写计划，申请奖学金，推荐学生过来。我告诉他们说，你们最好是有一个农场。他告诉我说：“哦 ，Pastor，we have a small farm。我们有一个小农场。”我问他说：“多小 ？How small？” 他说：“只有112公顷。112公顷的概念，你们知道多大吗？我们家里有几坪？一坪是2934。112公顷有多大？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所以这个是他们农场的入口，就像我们的普里营地。我进去的时候，它有一个水泉，其实在石头山下，那个农场竟然从石头的那个跟树的头有一个涌泉出现了。我给它取一个名叫做 Moses Spring， 摩西泉。所以那个地方有种水稻，那个水稻如果你详细看的话，节税的效果非常不好。所以我告诉他们说，你们有学生过来，回去的时候就要用这个做基地，好好的先改善，然后成为一个示范的农场。接下来我到这个也是加纳，跳到加纳，这个穿蓝色衣服这个是一个牧师，这个牧师他是回教徒变成基督徒，然后被赶出他的家族，他的所有的财产全部被没收，然后被赶出来之后，有一个牧师接纳他。到非洲去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教会旁边都有一个叫做宗徒之家，就是给回教徒变成基督徒的人住的地方。所以这个牧师就鼓励他去读神学院，
后来他成为牧师，在回教的世界当中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我告诉他说，你如果能够来台湾学习农业，你回去不但是改变农业的结构，也可以成为回教的宣教师，阿们吗？所以他现在在台湾读博士班。另外，这个是他们来到台湾之后，我带他们去双连教会做礼拜。那个牧师在彰化教会跟我一起去的时候做见证。然后到复兴教会，台中有一个复兴教会，这个复兴教会是他们属灵的家。他牧师是中兴大学毕业的，就请他们到中兴大学来，然后好好的款待他们。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主耶稣说的那几项，没有饭吃给他吃，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福利。这个教会帮助我们很大，所以他们参加了50周年的社教纪念。最后面在餐厅的时候，跟这个第一任的牧师，就是林牧师一起照相，然后他们要晚餐的时候，那些长子跟牧师就围在他们的桌子的旁边，给他们唱欢迎歌。致辞表示欢迎，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台湾的教会也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回到圣经58章，他说：如果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的黑暗变成怎么样？变成光明。我们就变成。那个光明像什么光明呢？什么时候的光明？亮光，像日正当中的亮光。所以就是那带来盼望，也带来可以看到的一个见证。也希望我们在这个当中，也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关心国际自由对策的事工，让我们有很多的工作，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报告，但是我有。一张说那个事工的简介，那个简介可以帮助我们去知道说，我们做的工作是什么工作。我也非常盼望各位能够参与其中，不只是奉献，我更希望你们成为志工，一起让这样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上帝的见证人，也让我们能够为主发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再一次得到教导。求你激励我们，愿意为主你摆上，成为你有用的器皿，为主你所喜悦。主，我们再一次恳求你祝福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在所到之处，万民因他们得福。主，我们再一次仰望你，我们这样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候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我的生命献给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怪异。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
家。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我爱你，我爱你。大家请坐。这时候，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奉献。我们为了饥饿对策协会来奉献。如果有人愿意长期赞助的话，那个奉献袋撕开里面有信用卡授权书。然后我们楼下也有义卖的商品，欢迎大家共襄盛举。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拿起我们的周报，我来做一些报告。小会公告，我们9月21日有召开临时会员合会，我们会中通过聘请蔡东旭牧师为本会牧师。还有今天是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募款主日，我们非常欢迎曾正志牧师前来证道跟事工报告。我们再次来欢迎，谢谢。好，今天举行10月份寿星，林洁仪跟林品仪，没有在现场。那现场的弟兄姐妹有没有10月份生日的，可以到前面来，不要客气哦，没有登上周报的，是10月份生日的。好，那没关系，我们再来往下走。10月12号就是下个主日，大家注意一下，我们是联合礼拜。所以没有华语堂礼拜哦，是9点我们就是联合礼拜，因为那个礼拜是松年事工主日哦。我们12月12号礼拜结束后会有教会备有爱餐，欢迎弟兄姐妹自备餐具。再来第4项，新眼光读经第4季的读本已经在楼下的招待桌，欢迎各自由索取。还有第4季的服事轮值表，请服事同工注意自己服事的事项跟日期。礼拜3晚上8点，我们教会的读经祷告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团契消息的话，同心团契在下个主日有例会，举行10月份的例会，还有11月1号礼拜6举行秋季的退休会，也欢迎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来报名参加。报名请跟李芳叶会长还有洪美英姐妹报名。最后我们要来唱上会诗脚步，唱完之后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好，我们请起立。
现在，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用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要内造内在的生命，同时要有外在的表现，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每一天活出你的样式。愿主基督的慈爱、上帝丰盛的恩典，以圣灵的交通激励、引导，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